来看南部88线的快速道路，还有北部的国道1号路段，拢发生真严重的车祸。在88线伫昨暗有2台汽车相撞，驾驶落车要抗警示牌，煞去互车弄死。国道1号伫今仔早起有一台轿车故障停伫中线的车道，嘛互后壁货车弄着，驾驶嘛不幸过往。 汽车倾业开伫88快速道路顶悬，雄雄看到一个人倒伫路面，驾驶赶紧报警，煞已经未赴，拖开的人已经互警察车告过。6、7台压过他，还有一台大货车，对，大货车那一种的都来不及啦。台88线万丹路段，昨日深夜10点外发生严重的车祸，2台开向高雄的车发生车祸，后车驾驶落车放好警示牌，伫分隔岛边等待的时阵，煞互后壁的车弄着，飞去对向车道，山落来搁互其他的车交过，警方到的时阵已经明显死亡。两车驾驶在摆放完三角警示牌，于分隔岛旁等待警方到场时，遭后方另一部自小客车闪避不及撞上，其中张姓女驾驶遭撞飞至对向车道。 警方表示，无法度确定警示牌甲车实际的距离，但并无远。国道1号南向38.3公里，林口八家路段17透早6点外嘛发生同款的事故。一台小客车因为故障停伫中线车道，驾驶伫车后检查车况，煞互无注意头前状况的大货车弄着，客车驾驶送医了后重伤不治。88道路比较狭窄，在后方大概70-80公尺的时候，放置三角警示牌。 人员尽速跑到车辆前方，也大概70-80公尺。警方提醒民众行车要注意头前的状况，若拄着故障，等警方到场的时阵，唔通徛伫事故车附近，特别是车后、车顶上好准备反光的衫，甲会闪灯的设备，确保来车会使看到民众，避免二次对撞。公视新闻陈环宇、柯正俊综合报道。